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35，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40天。俄乌双方继续在库尔斯克进行了这个绞肉战。乌克兰称其特种部队在库尔斯克前线击退朝鲜部队的进攻，说在库尔斯克第特种团的士兵再次在空旷的战场上消灭了朝鲜士兵，特种士兵击毙了77名朝鲜士兵，并击杀了40多名朝鲜士兵，12辆汽车被摧毁，其中包括3辆4轮车和1辆装甲运兵车。这个晚上关于乌军跟朝鲜军队作战的视频是非常多一看无人机镜头里面出现的都是这个东方人的面孔，他们不像俄军见到无人机就要躲跑或者做手势求饶投降。这个朝鲜士兵看见无人机就是在那发呆，不知道什么东西，两眼茫然。这个韩国的媒体报道说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就是12月23号发布最新朝军动向资料，表示说韩军认为朝鲜有可能为俄方增派兵力，综合各方情报和消息，被派往俄罗斯的朝军中至少有1100名官兵阵亡，那一共是派了1万人，已经去化了1100人，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前两天乌军用无人机轰炸了这个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就是喀山一处这个仓库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报道说，俄罗斯一座价值1600万美元的仓库被摧毁，仓库里存放着沙赫德无人机零件，该设施内存放着65套机身、发动机、导航系统和400台沙赫德136热像仪，全部被焚毁。该仓库位于达达斯坦的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内。这个乌军现在对俄罗斯境内的这些目标可以说毫不手软，不仅炸他的炼油厂、储油设施、铁路枢纽，还毁掉俄罗斯最重要的兵工厂。尽管俄罗斯声称其拥有全球最强的防空系统，但是俄罗斯本土还是让乌军的无人机炸得千疮百孔，攻击得很惨。事实上是俄军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无能为力。12月22号，乌克兰军方调动多架无人机群袭击俄罗斯奥廖尔州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造成该兵工厂毁掉一半，损失惨重，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天，奥廖尔州州长安德烈·克雷奇科夫确认该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空袭，称10几架无人机袭击奥廖尔州，导致该州重要燃料设施起火。由于俄罗斯的这个国土面积太大，乌军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叫如入无人之境，俄罗斯的防空部队防空系统毫无办法，俄罗斯的这个防空已经成了筛子。这个离乌克兰2000公里远，俄罗斯北方舰队基地摩尔曼斯克12月22号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我记得前不久乌军已经炸过一次，这是炸第2遍了，可见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可是非常差，就亡羊补牢他都不会。这个基地有航空机场、弹药库、指挥中心、维修中心和停靠码头。乌克兰的无人机飞2000多公里，在俄罗斯境内，这俄罗斯人都没办法，眼睁睁的看着他在这个尔曼斯克基地击中目标发生爆炸。这个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它主要是用来防御芬兰和北约的袭击，是俄罗斯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也得挨揍最近这个乌克兰的部队神神秘秘，这个媒体传言非常多。这个凤凰卫视报道说乌克兰10万大军秘密集结于俄罗斯边境州布良斯克州的乌克兰一侧，现在正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随时有可能向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越境发起突袭，造成第2个库尔斯克事件，并与库尔斯克州的乌军形成遥相呼应。关键是乌克兰的这10万大军都是由北约进行训练的，完全使用全套北约制式的武器装备。我预感乌克兰在1月20号之前恐怕要搞一个大动作，这样才谈判的时候停火的时候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呢。那他这个大动作在乌东战线，你说在扎波罗热或者什么红军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那些地方，还有哈尔科夫都比较难啃，双方已经焦灼凝固在那个战线上，所以乌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一，那极有可能就是突袭布良斯克，要么就是突袭赫尔松。为什么突袭赫尔松
松呢？是因为现在是冬季啊，赫尔松的这个第聂伯河啊，应该是结了冰。虽然说第聂伯河结冰之后啊，重型装备还是走不了，只能走轻型装备，就是从冰上过去啊。轻型装甲车可以，但是坦克恐怕够呛。但是现在老美西方这个气象武器啊，恐怕还是有一些这个杀手锏的，就是它通过一些技术啊，可以让河面结冰更厚、更加坚固。哎，这样的技术说不定就有啊。然后乌军啊，在第聂伯河对吧冰面上渡河，直接到达第聂伯河左岸，杀俄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在最北边布良斯克那个地方，俄军防守啊比较薄弱，就像库尔斯克一样。巧的是啊，美国情报局局长伯恩斯22号低调现身基辅。这个伯恩斯到基辅干什么呢？哎，他作为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情报局局长，我想他来基辅恐怕不是劝泽连斯基啊停火，十有八九是让他扩大丈夫，掌握主动权。所以这个昨天啊，乌军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个布良斯克州的叫基里洛夫卡村呢发动了袭击。根据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部队紧急调往布良斯克战场，说明这个俄军啊也在防着这一手啊，赶紧到布良斯克去补缺补漏啊。但是这样的话，他在赫尔松啊兵力就空虚，所以乌军到底从哪儿下手，这个都不一定啊。如果乌军一旦进入布良斯克，占领了又一块俄罗斯领土，那这个实实在在的打地包老人的脸。到时候如果真的按实际控制线停火，俄罗斯2块领土在乌克兰手上，怎么向俄罗斯人解释啊？还是特别军事行动吗？你特别军事行动，怎么领土被别人占了？怎么把战火啊引向了俄罗斯自己？所以失去2个地区啊，对俄罗斯来说啊，对普京来说，后果不堪设想，会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让俄罗斯国内蠢蠢欲动的反政府武装啊，就会更加得到鼓舞，会趁虚而入啊。犹如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溃败，在叙利亚虚弱的表现，让特朗普啊看出了普京的这个软弱啊，所以特朗普现在都改口了，他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根据这个乌克兰媒体报道啊，叫乌克兰情报机构称，俄罗斯派往叙利亚运送武器装备的货船斯巴达号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故障，主发动机燃油管失效。俄罗斯人员正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正在葡萄牙附近的公海上漂流。这个斯巴达号啊，这本来就是要把这个叙利亚的俄军啊撤离，好吗？连撤离的这么不顺利，现在这个船失去动力啊，在公海上飘着。你说俄罗斯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哪有什么国力啊，还有什么实力？3年前啊，这个斯洛维金啊将几万俄军从赫尔松啊撤离啊，荣获逃跑将军的这个称号啊。当时我就高度赞扬了这个斯洛维金，因为他能把俄军安然无恙撤离赫尔松城，没有损失啊，一兵一卒。当然了，反正有损失也非常小，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会逃跑那也是要本事的，很多部队在逃跑过程中啊，实际上是溃败，最终成为俘虏。斯洛维金能把这个俄军啊甚至的完好无损的撤离赫尔松，对吧？在乌军的包围之下，现在俄罗斯就缺斯洛维金这样的人，所以从叙利亚撤军呢，都撤得这么费劲，这么难堪。说来说去啊，就是实力不济啊。我们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意大利总理警告说啊，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他说啊，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不仅限于防御，还涉及非法移民和网络安全，这关系到我们的民主，关系到影响我们的舆论，关系到非洲发生的事情，关系到原材料，关系到移民的工具化。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安全概念。也就是意大利的总理啊，现在已经开始觉醒了，也意识到这个俄罗斯对欧洲的危害，说白了就是要响应英国啊、法国，准备做好跟俄罗斯斗争的这个准备啊。这个捷克民众啊，正在筹款购买一架黑鹰直升机送给乌克兰军情总局。这个捷克老百姓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二手的黑鹰直升机啊，据说只要300万美元。这捷克人啊，老百姓自己发的捐款已经捐了200万美元，现在还差100万美元，正在筹集啊。然后他们要买一架二手的黑鹰直升机送给乌克兰情报总局，这是老百姓自发组织自己掏腰包啊，不是政府援助，至少说明这个作为前苏联的盟友，对吧？这个叫捷克斯洛伐克嘛，东欧这些国家对苏联那是恨之入骨。12月23日，塞尔维亚抗议者走上首都贝尔格莱德，他们打出口号啊，反对武西奇，强烈要求加入欧盟，以及把俄罗斯势力赶出去。这个武西奇最近啊也一反常态啊，说他不欠俄罗斯的，对吧？俄罗斯你不要道德绑架，该还的都还完了。这个俄新社啊12月2号报道说，匈牙利总理鄂尔班表示啊，欧洲已经输掉乌克兰冲突，尽管欧洲试图运用话术来否认这点。报道称，鄂尔班在电视台的节目中说啊，有一部分新现实反映在前线，大家都能听到
它没有被掩盖。俄罗斯正在前进，缓慢的碾压向前推进。欧洲已经输掉这场战争。奥尔班说一些欧洲领导人试图运用各种话术，比如不知道怎么算胜利。当然，这种试图解释胜利就是失败，失败就是胜利的做法，让人想起奥威尔的小说《1984》。奥尔班还说2022年4月，俄罗斯和乌克兰距离签订和平协议只差几个小时，但由于西方的干涉，这变成不可能签署的协议。匈牙利作为前苏联的这个盟国吧，小兄弟深受其害。这个鄂尔班这么死心塌地的倒向俄罗斯，确实也难以理解当然了，他是拿了普京的好处。俄罗斯给匈牙利供的燃气是非常低的价格，这个就相当于是收买匈牙利。匈牙利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所以他就只得为这个俄罗斯卖命。还有一个国家跟匈牙利类似，那就是斯洛伐克。12月23日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和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讨论了能源问题和国家间双边关系。我们还谈到了能源事务、天然气事务，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谈。我们还设法谈到了双边关系。由于斯洛伐克前当局的行动，双边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表示，他访问莫斯科并会见普京，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对任何通过乌克兰进行天然气运输的信息言论的反应。据斯洛伐克总理称，俄罗斯总统确认愿意继续向西方供应天然气，但认为明年这不太可行，也就是乌克兰不再续约。这俄罗斯也没脾气这个美国最近也不知道刮什么邪风不光特朗普突然转向说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就连这个以前特朗普的铁杆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突然也180度转弯这个约翰逊他当议长以后他是极力的拖延这个美国援乌法案610亿那个大家还记得吧？这共和党死活就要求你单独这个小霸王进行援助，就是把小霸王和乌克兰的援助你分开2个亿然后这样共和党他们就同意小霸王的那个援助乌克兰的援助搁一边。这个民主党呢，拜登他们就把2个非要做1个议案，要过一把过，要不过都不过，所以他们僵持了半年，导致这个乌军在前线严重的缺乏弹药，然后在前线就是被动。后来约翰逊也在这个很多人做工作包括这个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还有这个什么北约秘书长轮番去美国做工作，最后才点头把这个议案交给众议院表决。结果这个约翰逊最近表示说这个议长不干也要支持给乌克兰送武器，就是他愿意失去议长职位，以换取继续向乌克兰运送钱和武器。所以你说这个美国政界政坛现在是在刮什么邪风呢？是不是意味着过去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说的那些话都是纯粹是种表演？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呼吁特朗普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为了达成公平的和平协议，需要一个压力杠杆，而这个杠杆就是对乌克兰持续的军事支持。他还指出，俄罗斯和伊朗等对美国对手的削弱可能为特朗普实现外交突破提供机会，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喜欢不可预测的行动。12月23号这个特朗普表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尽快与他举行会晤，讨论俄乌冲突问题。特朗普22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场集会上向保守派活动人士发表讲话。特朗普说普京总统说他希望尽快与我会面，所以我们必须等待，但我们需要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什么意思呢？这就充分说明普京是特别着急是急于要停火，眼巴巴的盼着特朗普上台赶紧停火，再不停火扛不住了。在这个莫斯科举行的这个年度大型记者会期间有记者问普京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时，就是问普京你是否认为自己很幸福？这个普京说了一大段话，大家可以看视频Это счасть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ным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ребята наши не вернутся с фронта, пока их не встретят их матери и жены, не обнимут их дети, пока молодые наши люди, девушки, юноши не будут создавать нуж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м для страны, для России семей и заводить детей. Вот я, знаете, очень хочу, чтобы наши ученые, деятели искус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реализовали свои планы.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можно,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т сказать, что я счастлив.
这个，所以我们常说啊，你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是个演员，普京才叫演员。泽连斯基是演员当总统，普京呢是总统当演员。你看他在台上表演，明明是他发动了这种愚蠢的、血腥的、残暴的侵略战争，把70多万俄罗斯的儿女啊、年轻人送到战场，成了炮灰，成了耗材。他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在这动情的表演，说我看到年轻人回到家，年轻人跟他父母见面，年轻人跟他的女朋友、跟他的妻子团圆啊，这是我幸福的时刻。你说这还要脸？我认为地波老人最幸福的时刻是他在吃鱼子酱的时候。这个今日俄罗斯报道啊，这个普京啊，周日的时候说，在现代历史上，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上一代政客甚至不惜毁灭自己的国家，希望俄罗斯成为所谓文明世界的一部分。这是普京在接受俄罗斯1号电视频道记者叫扎鲁宾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今日俄罗斯称啊，普京指在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期，当时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因为新政府试图迅速从苏联计划经济转向资本主义。1998年，政府和央行不得不让卢布贬值并拖欠债务，这被广泛认为俄罗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时期，俄罗斯也渴望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普京表示啊，美国及其盟友从未打算接受俄罗斯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相反，他们寻求彻底摧毁俄罗斯。普京说啊，一旦俄罗斯的能力被削弱，变得更弱，西方就会给俄罗斯最后一击，而不是让它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和这个文明世界的一员。普京表示，尽管过去有这样的经历，但莫斯科仍然愿意西方合作。他称西方国家既是对手，也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这个普京可以说啊，这个甩锅啊是高手，就没有人比普京更会甩锅啊。他在俄罗斯搞了20多年、30年，他居然现在还能甩锅。他指责俄罗斯上一代领导人摧毁国家，可见啊，这个政治是多么可怕。可见啊，这个封建王朝啊，为什么要世袭制啊？要有血缘关系，老子要把皇位要给儿子，你给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你看，普京是叶利钦亲手栽培、扶植、提拔上，他现在还甩锅给叶利钦。如果叶利钦啊，地下有知啊，他能做起来，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对吧？他现在还在指责叶利钦摧毁国家，他应该指责叶利钦吧？那上一代没别人了。苏联一解体，俄罗斯的总统就是叶利钦，叶利钦之后是谁啊？好像就是普京啊。普京前面还有一个梅德韦杰夫。对了，那普京有可能就是骂的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是普京的上一代领导人，当过总统，那时候普京当总理，那是梅德韦杰夫摧毁国家，妄图跟美西方什么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总之啊，不是骂的梅德韦杰夫，就是骂的叶利钦。你说这是什么人，对吧？明明是自己无能，给他20年还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还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俄罗斯，是还俄罗斯人民20个俄罗斯。他现在还在甩锅叶利钦和这个梅德韦杰夫。然后更可笑的是什么呢？他说啊，虽然美西方处心积虑的啊要给我们最后一击，把我们肢解，但是啊，我还是愿意跟他合作。你说这叫什么话？从这一点啊，也充分说明俄罗斯人呢就服强权，谁权都比他硬，他就服谁。所以那些黄俄啊，想跪舔俄爹没有用，你越跪舔俄爹，俄爹越瞧不起你。你看看西方就这样蹂躏俄罗斯，对吧？无时无刻不准备着给俄罗斯最后一击，把它肢解。但是普京还说了，我们即便这样，我还要跟他合作，不计前嫌，让黄俄情何以堪呢？这黄俄一天到晚做梦都想着俄爹在前面反美啊，这回不反美了，这美爹虐我千万遍，对吧？他还要跟美爹，对吧？搞初恋呢？你说这黄俄是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啊，现在又是赶鸭子上架啊。据白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称，卢卡申科已登记总统候选人，这是他第7次参加总统选举。这个卢卡申科啊，从1994年起担任总统，迄今已有30年，不容易啊，为白俄罗斯人民那也是操碎了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记得去年啊，卢卡申科说他想退休去当个农民啊，让白俄罗斯人民呢忘了他。但是怎么今年又来参选呢？而且他这一参加选举，他对吧，继续要为白俄罗斯人民服务，那白俄罗斯人民那还没办法拒绝啊，只能接受他的服务。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卢卡申科也知道没有退路，条件不允许他退休。在目前这个时刻啊，他要跟普京共进退，因为知道他的下场，对吧？一旦他退休，谁替普京啊掌控白俄罗斯呢？没这个合适人选，普京也不允许他退休，安全退休啊。他最终的结局大概其就是82这样。所以这个卢卡申科啊，硬着头皮啊，不干也得干，没有退路，前面就是
是悬崖，他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巴沙尔现在在莫斯科已经被软禁，不能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据说资金被冻结，老婆要离婚，他的老婆还保留英国籍，想离开俄罗斯到英国。巴沙尔失去自由小命恐怕都是暂时寄存在那儿。所以有巴沙尔，有这个卡扎菲、萨达姆这些人做榜样，他们就是为他们那国家人民服务的时间特别长，对吧？终身服务，最后反而引起当地老百姓的不满，当地老百姓不感恩、不知恩图报，反而还加害于他们。所以这个卢卡申科一看只能服务到底。这么看的话卢卡申科很难善终这显然跟卢卡申科跟普京俩是黄泉路上好作伴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